你们拔了那么多啊！哇，来，橘子掉下去那个太熟了，不要，熟一点我们就拔，不熟我们就不要拔，好不好？来，哎呦，好漂亮啊！来，给哥哥看，这个还有叶子哦，看看哦，很漂亮哦。哎呦，快，好重哦，对不对？拿去，哇，你看姐姐拔萝卜啊，看哥哥也拔萝卜啊，弟弟也拔一个吧。是阿嬷教我拔萝卜，来，哦，红萝卜出来了，有没有？好，拿去洗洗。哎呀，拿去洗洗，走，拿着，拿着，一个小的，一个大的。全部吗？对，行，等。对啊。没有，就倒出来这边，然后等一下那个你再拿几个空的杯，然后再把它装进来。我们今天要做的是果冻花的课程，主要我们要准备一些那个天然的原料，就慢慢加到你要的，都是天然的蔬果萃取出来的。我们的这个颜色的话是栀子仁、栀子花。这个的话就在那个中药材就可以买得到，然后还有抹茶，市面上有抹茶粉、蚂蚁粉，还有菠菜粉，我们就可以搅一搅，这样子就可以拿来用哈。Các bạn thân mến, mình tên Biện Thi Kim Ngọc, mình đến từ Việt Nam, tỉnh Tây Ninh. Mình đến Đài Loan được 21 năm. Mình có 3 đứa bé. Hiện tại sinh sống ở Tâm Đài Bắc, San Trọng. Bây giờ mình làm nghề giải rau câu và các món bánh Nhật. 故意的。对。有不同的梅，对不对？对，我们今天的颜色是故意这样子调的。如果我们要粉嫩的颜色，就大家请记得，我们就加了鲜奶油或是炼乳奶类的。如果是想要调鲜艳的颜色，那我们就改用椰浆。让它颜色，因为它颜色是很白，果冻花的话是从那个西班牙的冰雕原理，然后把它转换成那个吊在透明果冻里面。然后呢，就是在越南的话，果冻花的话也是都有，可是没有说很流行的起来。可是近几年的话，新住民在台湾的话玩的话，把它推广。因为很多我们新住民都把它通通都改成天然的，在台湾才发扬光大。对，玩那么多年了，大家就是来好像是回娘家的感觉，大家就是轻松一点，然后在一起，然后聊聊天啊，朋友啊，就变成久了，大家这边是一家人。因为你看哦，有的是5年、3年、4年，都有，那我之前是在学校服务啦，那因为有一次我刚好看到果冻花，我是抱着好奇心然后去报名去实际参加的。然后呢，我第一个作品拿回来，隔天我就跟同事分享的时候，得到那个掌声是我觉得好像是我50几年来最快乐的一天。果冻花其实是不难大家如果学会那个技法。怎么做的时候就可以自己创作。这几年的话，那个比赛的话有很多场嘛。我记得是有一场就是2021年的时候，比利时线上比赛的时候，我带了新手的婆婆妈妈，她从来都没有拿过证，然后很害怕的那种，没有自信，意外的得到19面金牌。我开心的不是说他们得到金牌，我开心的。他比赛过后，他回家了，改善他自己的生活，孩子也会看到哦，我妈很厉害啊，怎么样？哇，好厉害，太厉害了，好厉害呢，很亮哈，而且那个花很立体。跟老师学有2年多了，其实我在网络上看到的时候，已经很想要学了。好，就是社会局在办活动，好，刚好遇到老师。我就
我们在台上访问，我马上又跟老师说，老师你教室在哪里？我要去跟你学。好，我是柬埔寨人，我来台湾呢今年是20年。现在的新住民来台湾的感觉，跟我10年前、20年前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我在出门出去，我都听到大家对新住民的讨论，就是来台湾就骗钱的，来台湾就是没多久会跑啊，不要给他出去啊。那个偏见，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但因为现在的政府把政治改观，所以对我们新住民有照顾到，所以大家慢慢的对我们的印象会比较好。我们新住民姐妹本身啊，自己也要积极的努力的学习比如说像老师一样，因为老师其实就是我们的偶像了，他是走在我们的前面。完的时候看起来，然后再知道，这样的话可以磨练我们自己的耐性跟专注力。可是我有一个艺术空间啦，吼，来开幕的时，吼，老师来给学生买个果冻花落，到时候看到咩唔敢写那样子。我都很好奇啊，做的写的东西用要按艺术化哈，所以我是循线请到去啊，嘿，慢慢的我就想说，因为我在做新住民服务啊，我想，你亲后蹦出新住民的风范啦，吼。所以我想，帮出去来开课，结果我唔止讲去按喝饮料，按多学生啊，是来帮助去哈。哎呀，真受不了你们这些高徒，怎么那么漂亮？漂亮哈。搬了。每一个动作都是专业。我们每次那个教的时候，我们就说你自己小孩要认哦。可是现在这个时刻，应该大家都坐不下来。对。我们看作品的时候是不会坐下来。对。好，那先看一下，然后我们再来检讨一下。没有拍回去，我没办法交代。一开始的话就是自己玩嘛，然后后来就变成找朋友来一起玩，然后玩一段时间的时候，他就很谢谢我的时候，他就哭了，他就说谢谢我有这个东西，他不用再吃药了。我说你吃什么药？那时候我才发觉自己是不够关心他，因为他是忧郁症嘛。他说现在不用吃药啊，然后就是空了之后他做果冻花。然后也是分享给大家，看到别人的回馈，然后很笑容，他自己也开心起来了。当下我就觉得说，这么好的，然后这么疗效的东西，我决定要走教学这条路。对，我们今天就是做这个的时候，一边做，然后一边要看自己，然后对自己的对话。然后多了解自己，那我讲我自己好了，这幅画我真的昨天是真的很赶，所以那个他的腿我把它弄得受伤了。你讲了，说他受伤了，我也不觉得，他觉得好漂亮的一条腿。其实以前我如果说这一个作品，我可以看到早上2、3点。就是在那边我就自己在那边看，欣赏，看哪里做的不好，哪里做的不好，每天就看到2、3点。对。就是这样子才慢慢的成长，对。我在越南的时候，我们家是做生意的，有开餐厅，有杂货店、咖啡厅。我家是9个姐妹，都是女生，我排老5，所以爸爸妈妈是怕变坏。所以呢，每个人都派给他一家店来顾。大约15岁的时候，我妈就把一家餐厅就给我去管理。生活就是这样子，每天都这样很平淡这样的过，就会想说，为什么我都会别人来帮我安排我的人生？那如果我可以决定的话，那我逃离那个地方，我要出去外面，我要去看外面的世界怎么样？所以呢，就当初就想要嫁到国外去，应该是缘分了，认识到那个媒人，后来就跳到我前夫，因为那时候媒人跟我讲说，因为先生是在家里自己开的便当店，那我说好卖吃的，那跟我一样啊，应该也不会落差很大。然后结果我来这边的时候才发现，
不是自己想象中那么美好。他是大厨哎，因为他煮比我煮好吃。其实当时我也是有梦想说，我想要当个厨师啊。可是后来就不小心就跑到金融业去了。那罗云老师喜欢吃什么？哦，罗云老师啊，他还是比较偏向于蔬菜类的，肉类的部分的话，他比较不是很喜欢。哦，女儿啊，她比较挑哦，她比较挑，她吃的东西就可能跟年轻人一样啊。你如果说煮一些比较传统式的话，可能就不是很喜欢。如果说她想吃什么，像今天她想吃这个鸡腿贡丸汤，我就煮个鸡腿贡丸汤。对。像以前他也是一样，我也是一样，就会觉得说，这个事情为什么都是我在做，这个事情为什么他不做？那现在会想说，这个事情不是你的就是我的，我就觉得说现在这是个家，是共同的，所以现在我们不会去分彼此说，哦，洗碗就是应该是妈妈做，洗衣服应该是妈妈做的。以前我会那种心态说，哦，我很累，回来我就要当老爷，我就是你饭要煮好给我吃，如何又如何。那我现在觉得说，应该也不需要这样子啊，就赶快把事情做完了，把它弄完了，然后大家有更多余的时间去休息。先分工合作了，要不然一个人真的忙不过来。因为有时候像下雨天他是送小孩子去上课，因为下雨的时候我骑摩托车，小孩子会淋湿，就一起啊，看谁有空就谁去做啊。他做比较多了。一样。好吃吗？爸爸煮好不好吃？手有修，不要只看，真的很累呢。我那一直讲你，真的很累呢。这个在这里。那是鱼，还有鱼，鱼叫什么 ？fish。那是 fish。因为我在热炒店的认识的他的长官，然后有时候他带长官去吃饭啊，去应酬，然后问的时候，大家知道是我女儿在台中，然后说啊，那他儿子也是在后龙，那时候有时候就是什么时候去看小孩，然后我说那我可不可以坐便车？然后我记得是有一次是，因为有时候我还接了那个清洁工嘛。然后穿得很邋遢的，然后我去那个服饰店，然后我就说我买一套衣服换起来比较好看一点，让女儿不要看到我是就是很难过、很狼狈的那种。然后店员就说，他说你买得起吗？你这衣服都很贵。然后我当场我说我就开始有点很伤心的，然后他也觉得说我怎么进去那么久没有出来。然后他就进去了，说，他就口袋里面拿钱出来。我说为什么买不起？要不要买而已。我当下会觉得说，哦，我在台湾第一次被保护的感觉，对。我这三个哈，他们喜欢吃就是什么芭乐、番茄、苹果。你反而拿一些比较所谓的人家说比较高档的水果，他反而他根本就不想吃。像我那天我去苗栗出差。我回来，那同事送了一些草莓，我回来弄炼乳，他们只吃炼乳，草莓不吃，但最喜欢吃苹果跟芭乐，对不对？我觉得我现在的经营方式是，我把它当作女儿，我把我的小孩当作孙子，因为孙子是疼，儿子是打是骂，像他的女儿一样，我那时候就是把她当作女儿。毕竟我跟我老婆年纪相差10几岁，那所以我会觉得说，我现在不去珍惜，那我要什么时候才去珍惜？那当然我也会跟我老婆发脾气啊。可是我们两个就是现在有一种
只要我发脾气，他就点点嘛；如果他发脾气，我就点点嘛。可能有经过一段不如意的婚姻之后，或许会对各自彼此之间的一个相惜相扶啦。第一段婚姻的时候，我来台湾大约3个月的时候我就怀孕，因为我是那个提早快1个月生，然后呢我就回乡下了之后，隔一天他就走人了，然后我就跟我婆婆又没办法，语言又不通，然后我自己在那边坐月子顾小孩，然后呢小孩子刚满月的时候，他就叫他妹妹来把小孩子带走，那我看不到小孩。然后每一次去看小孩的时候，心很酸，然后不知道怎么办，然后就抱着小孩，我说我抱回去回越南，给我妈带。然后大约1年，我也是想小孩都想到疯了不行，然后就决定要回去抱回来。我那时候就跟他讲说，我要搬出去外面，让小孩子有一个完整的环境长大。真的。钱够不够用？我已经有存了。有存了。存多少了？什么时候才过头期款？啊？快10万了已经。哦，那还有哦，努力一点啦，要买房子。我大概国中就想要搬出去，因为我想要养宠物，然后在外面比较不会被限制。几岁开始叫他爸爸？应该算是高中以后吧。之前都是叫英文叫 Daddy。有叫他回来帮忙啊，他不要啊。照付薪水给他，不要。因为我想要就是。他想要自己一个人比较自由一点。回来的话，妈妈会念，因为毕竟是自己的女儿哦。我就这个跟我老婆讲，你现在把她当做朋友，你不能把她当做女儿，因为那种时代已经过去了。那你一直把她当做女儿，你就是一定会念她。因为年轻人他一定受不了这种压力啊，他喜欢自由一点，那你就给他自由一点。那就是当初我也是跟他讲，我说你要搬出去可以，但是爸爸有一个原则，你满18岁以后你才给我交男朋友。那你18岁以后你要去交男朋友，我不反对。但是原则上就是你自己要有你的想法出来。搬回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小孩子会走路了，也可以请别人帮忙带。然后我白天就送他去那个楼下有一个那个阿嬷，然后过一段时间的时候啊，我发现那个阿嬷在欺负我小孩。啊，对，他把我小孩子就是关在那个狗的那个笼子里面。可以，如果是可以打的打得赢的话，我进去会跟他打架了。不给他带的时候就是好，那我就那几天我休息嘛。然后隔壁的也跟我一样，他也是住这样子。然后他说，你的钱可以借我吗？我过几天我领钱我就给你。然后我借给他的时候，2天他搬走不见人了。啊，我说，自杀惨了，怎么办？那个我没有钱缴房租，然后我现在不能工作，然后小孩子在身边，那怎么办？然后走到钟小小那边的河堤旁边，真的一时就想不开，差一点就跟小孩子这样的抱，然后跳下去。然后小孩子说：“妈，很冷了，为什么要走这边？我们散步够了吧，回家休息。”那时候我想醒过来，我说：“我怎么会有这样的念头？”然后那时候才会拿起电话来打给我姐姐，我说：“姐姐，你帮我，现在是我真的不行了，谁会跟你讲？你帮我顾小孩。我拿到钱的时候，我把小孩子带回越南，我也不回来台湾了。我在台湾，我遇到都是坏人。那时候我觉得是这样子。我到国中才有手机吧，然后还是他们用剩下的，然后他现在要什么就有什么。”那是爸爸的，又不是他的。我到高中还被霸凌，就是可能会有一些社群的小账号去骂我什么的。我那时候有看到，我蛮难过，就是物质上面的东西，我可能比不上他们，我不会去跟他们讲社交的事情，因为他听不懂。自从我有一次第一次告状的时候，他们没有反应，我就没有再讲过，
就很希望那时候他们就是有出来帮我讲话吧。他小时候你也比较辛苦啊。对啊，妈妈那时候没能力啊。有没有要买给我？没有，为什么？真的很亏欠了，因为真的以前太年轻了，那个想法也不对了。曾经就是为了让他去读那个格致中学，吵到快翻了，而且是你知道格致中学一学期是多少钱？可是那时候他要的是什么？他要的很简单啊，他就要的是我跟同学一起读，对。可是呢，那时候那是我的不对，所以我把他越推越远，变成他在台北的时候那个一个人。我现在回头来看呢，我能够想象那时候他的无助。有一段时间他说：“妈，你给我的爱让我喘不过气来，你的爱可以给别人。”我要的是自由，你放我自由。那当下的时候，我觉得说我会受伤。可是现在回想的话，说我也要谢谢他，因为他这样子，我才会那么多的心思去外面去爱别人。爱也可以轻松的爱，别人感受也是很幸福很快乐。好，换只脚，换只脚，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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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脚，好，呼呼呼，呼呼呼呼呼。虫来了，虫在哪里？我现在要去新住民服务中心去找杨主任，因为这个地方对我的话很有意义。2016年的时候，我在那边当志工，然后开始到现在。目前的话，因为我开刀的关系，所以先暂停服务。我记得是有一年我出车祸。那时候我只有我一个人，然后送去医院的时候，志工阿嬷就跑来问我，然后他说有没有家人，我说没有，我一个人，然后他就不走，然后在他们一直陪我，轮椅这样子推我来推我去，我觉得说不要了，年纪那么大，然后再来推我这样子，我自己觉得说这样子不好了。然后那时候就是我感觉到是怎么会有这样子志工的这样的服务啊？然后我说有一天如果真的我生活 OK 的时候，我想要也来当志工，对，所以就会去实际啊，或是去学校，对，然后去新住民服务中心，那时候就是自己跑去，然后说有没有学志工。我以前也是在这边当志工，然后我们就会在柜台这边帮大家量体温啊，然后要先到，然后资料要填，或是接电话服务这一块的，我们都要志工要做的。杨主任来了 ，Hello， 欢迎你，好久不见，好久不见了，对啊，回娘家了，对，请坐。主任这阵子很忙哈。对呀，一直很忙。不好意思，因为开刀，所以可能要跟你这段时间就请假一段时间。身体要照顾好自己。对，先照顾好自己，其他的事情再慢慢的解决。然后我们今年的灿烂新履历的培力比较会是主轴放在我们出去演讲，然后民众对我们的一些回馈、一些回应。然后我们会比较倾向在规划在我们的新住民的女性，然后去社区去帮大家带一些团体，然后跟大家做互动，是这样子。有一点那个大家我们台湾有一段时期，在民国90年的时候，那个附近有很多新住民嫁来台湾，那个时候整个都是高峰期，所以我们政府在台湾
每个县市都设一个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可以帮助这些家庭在台湾尽快的生活适应。那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其实在这个社区里面，它扮演一个让新住民有一个依靠、一个支持的一个角色。那像柔云的话，因为他来台湾已经20年左右了嘛，哈，那他其实很早期有接触过我们新住民中心，是来中心上课，然后他有隔了很多年，他还记得中心，知道要来找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那时候一开始进来是告诉我们中心说，他想要来当志工，好，他想要回馈社会。后来他有自己的一些才能被发现、被看见了。例如说他会做果冻花，是他非常有兴趣的。那时候我们就开始就是邀请他来教大家做果冻花。然后我们邀请来参加的成员，就是不只会有新住民，也会有台湾人。那另外，接下来我们新北市社会局又规划一个培力新住民女性的一个计划，那我就邀请柔云来参加这个培力计划。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越来越看到她自己的管理能力，还有她的规划能力，然后再看到她展现自信，然后她让我很惊艳，就每一年有每一年不同的呈现的她，非常的棒。要提早跟你我多讲一下你的生命故事，来影响一些人，来激励大家。好，可以啊，就提早一点，还是我们娘家的优先，时间先排。对，谢谢你了，我们家的优先先来回馈我们中心。对，今天就是特别回娘家的，来看看大家。我在新住民服务中心那边当志工的话，我们办活动的时候我要去帮忙。然后呢，我后来就认识那个张月英理事长，熟了之后，有时候我就会有一些事情不懂的地方，我就会请教。有时候理事长那边有事情，他也会请教我，然后我们就互相这样子。目前张理事长那边是有开各式各样的课，我偶尔也会去教。然后后面的话，跟张理事长比较熟了之后，我就会请教说，张理事长，我们就看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持续的、真正的帮助姐妹们。你们现在的话就是还在想，还在努力，对，就是努力看有没有什么方法解决到大家能够是很扎实的学到一技之长。那天他要来做 interview 嘛，哈，然后就跟我讲说他不能来了，所以我有跟老师讲说，我替他哈，因为我有跟他聊过，我说我替他讲那些创业的过程。那我说老师你给我们通融一下，还是让他提案，哈，我觉得他的东西还蛮好的。那老师说 OK， 所以我就替他报告，我们那个创业过程下一个阶段就要要提那个 PTT 了。我现在跟你面对面，我发现你的脸好小嘞，脸的肉肉。为什么会成立新住民家庭服务站？哈，因为我的心求，我的西龙全是新住民，所以照顾这个生意是顺便照顾披萨，就成立新住民关怀服务站。我说，家庭服务站是第一线接触新住民的。那接到移民署吼，或者是民政局的个案以后，踢入铺社会打天发，帮他们把社会资源跟他做结合哈。再过来是，其迄有时要人力社会帮助佢哈，像礼拜生活有问题的人，人力会来帮助佢申请低收入户，偷来台湾啦哈，为了生活，当然新住民像穷人，乜个迁去就传哈，罗伊未强壮，记到退班的时间吼，新冠只会上传签，因为有家庭为顾，有生意为顾。不过记得生活很稳定的哈，先生家人都很支持他。他现在做了很多公益，是不以赚钱为目的哈，而是讲挑好该技法哈。买名牌不如自己创造名牌，两技法是我觉得就是他一个心境的转变。给他也感受到社会给他的温暖哈，给他的帮助啊，所以他自己也很乐意的回馈。对，所以很感谢柔颖啦。没有啦，谢谢阿姨一直帮忙啊，谢谢你照顾我们台湾的人。没有，是你们给我们机会，我们惺惺相惜，安呢。
来，过来。我们现在准备要去海洋姐姐家，那个你们先过去哦，我晚一点再过去，口罩戴好。去了然后要听话哦，不可以调皮哦，知道吗？今天那个，今天阿姨台中的阿姨也上来哦。海洋姐姐是，我大姐的女儿，在台湾。我们今天是那个圣诞节，我们一起去那边，然后一起庆祝。走，好了，先爸爸带你们过去。好，走。来跟妈妈再见。妈妈拿礼物，妈妈拿东西。爸爸。然后拿蛋糕，拿蛋糕，好吧？我跟先生认识很久了，可是一开始的话，我们只是说朋友，因为那时候我真的是想要有一个孩子。那时候我跟他讲说，我想要有个孩子这样子，可是我不想结婚，因为真的很怕结婚，因为结过一婚一次，真的心里很害怕。为什么我决定要跟他那个登记结婚，就是因为他生了一场大病，然后很急的要动刀，可是要有家人的签那个同意书才可以开刀。那一个刹那，我就觉得说我虽然我不是你的太太，可是我们就算像一家人一样。可是当你在很紧急的时候，就是签一个字而已，我都做不到。那我觉得还有什么好计较的？然后他出院的那一天刚好是休息嘛，劳动节的那一天，我就说好啊，户政还在上班，就是那天我们就登记结婚。12号5楼。谢谢。哎，你好。Hello， 鞋子呢？鞋子放外面。放外面。好。嗨。你们来了。Hello。先来了。哎。对，这个过来一下，这个是我表妹，然后这个我二姐过来一下。你好，他才19岁，他就来这里了。我比他大10岁嘞。我妹妹还没来台湾的时候，还在学国语当中了。然后中间就是有一个妹妹，是我老公的客人啦，然后带我老公去那边，然后就遇到妹妹，然后妹妹就带我先生就带回家，就是他就说就去了，就是2个就有伴就对了，这段缘分就这样子现在一起。要煮什么？煮素食的，好，面条，谢谢。蛋点，那什么，米粉啊。圣诞节快乐！圣诞节快乐！小朋友呢 ？Hello。哇，你把这个变成什么？啊？玩具哦，这变成什么？玩成这样。顾堂，没叫人，过来，快点来抱一下。对呀，你都不理我，快，赶快。有没有想我？想你啊。想我都没有去找我，想我。想泡泡。你还要抱抱啊？来，抱。吹气球，你要泡泡啊？泡泡在哪里？小妹是什么时候来台湾的？2000年来的，2000年底。他比我晚几个月，我先来，然后他才会过来。然后我们从小一起长大，隔一个墙壁而已。那罗云以前个性跟现在比有没有差很多？有。没关系，讲起来啊。差很多。以前个性比较强势，现在比较柔和一点。现在很凶。应该是人的历练吧，磨练出来的吧。我自己的话，就是那时候当初是做美容嘛，然后在休息那一段时间是
无聊嘛，就是去学很多东西，参加很多课程。然后唯一的果冻花就让我玩的比较久，我就被他迷住了，然后就一直在玩，玩到那个先生也会开始的时候，他就会很生气，然后那时候就开始就偷偷摸摸的去找我朋友去他们家玩。然后玩了一段时间呢，开始的时候大家看到，然后大家都传，然后看到了之后说我想学了，你教我，然后我想吃了，你卖我，然后慢慢就是订单就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时候，在做的时候，就是你隐瞒不过嘛。开始的时候他就很生气，可是真的做果冻花，他生气的时候，我不会回他的嘴还是怎样，因为可能是心里比较静下来了，然后你自己也得到快乐了。他反而他觉得很奇怪，怎么以前我骂你的时候，你还反而过来跟我吵啊？现在我骂你的时候，你还反而过来那个话讲我，然后慢慢，我不知不觉自己改变，他也是改变。那个不演。你要那个。那个呢？还有人呢？来了哦，有来礼物！我拿出来拆礼物！快点了，礼物哦！哇，玩具哦！来！哇！你那个太小了，会掉下来。哇！来了，蛋糕来了，谁唱歌？唱歌。哦。这样子而已啊？没了。我会全部，可是我不要上。好，你不要上全部。好，谢谢。好了。我要切。你要切？妈妈，我不要草莓哦。你也不要草莓啊？好。我要草莓。我不用水。妈妈，我不想要水果，可以吗？可以。那等一下去买草莓给你吃。来看，还有一个哦，圣诞老人真的来了哦。对呀。有没有看到？还有雪人哦。那个会动的。好。你要煮哪一个？你会不会舍不得切？当然啊。我有。来，这边盘子。我要这里一个。好。柔英有讲过哈，老公就是大男人主义。你是欺负下人来好好吐生意呢做家庭主妇是好，不过其实较有兴趣啊就是跳学啦学那果冻花，学到有下对日感应、两感应教恁啥，教到一个教室，教到你下出书啊大家都以它为新住民的亮点，现在因为做的实在是，老公当然是小不用了看到不用按摩hand才能又这么好，所以你还有帮他有时候你出去摆摊啦我有时候看到老公也会去帮忙，所以来看到佢去台湾家庭也是照顾得真好啦，真难得的一个什么啦，来吃都真难得。台湾是吃火锅嘛，吃火锅团圆，可是我们那边就不一样，我们是大家一起来包春卷，一边吃一边聊天。好了，一起过来啊！一起来吃啊！其实刚来的时候语言不通，就是很痛苦的，就是出来买一个东西也不知道怎么讲，然后没有朋友，然后他就住大甲，我就叫凤园，然后后来他就来台北上班，我去他家的时候说是你住的地方，就真的很不像人住的地方，就是很心疼啊。就是我们要忍啊，没办法，因为选择的路就要走下去，你要怎么办？我也没办法帮你，因为我也刚来而已。一下子他工作，这边的工作，那边的工作，他分好几个工作，怎么顾小孩？然后他就说可以帮他一个忙这样子。应该幼稚园4岁还是5岁那时候我才带回去住。其实我没有比他厉害的，就是我安分了，就是
家庭就是平平的这样就好了。我老公也是很好，公婆也是很好，对，所以我就说，这样我能照顾他的女儿就照顾，这样而已。我最早来台湾，然后到二姐好了到表妹，早一点来台湾，那个年代很辛苦。她比较辛苦了，因为她来工作之后遇到真爱，就遇到老公就嫁了。他们两个认识后才结婚，所以跟我们差别就是没有认识就结婚了。现在这个年代就是对，他们嫁过来，他们比较幸福了，老公比较辛苦。好会讲话，就太会讲话了。对呀，现在已经过了，走过了，现在都 OK 了啦，没有辛苦了啦，还很长啊，但是长得比较快一点。我们今天要回山上，我们都固定周6日，我们要回去公公婆婆家。鞋子穿起来，去找阿公阿妈好不好？啊？来，走。像我们之前假日我们都会出去玩，那为什么我们现在假日我们不会出去玩？就是回来有时候看到爸爸妈妈什么事情都帮忙他们做，因为年纪也大了。所以我们把那个去玩的那个时间，就是回来山上，走上去。他说：“阿妈，我回来了。”阿公，我回来了。爸妈，这个红乌龙，那个学员给的，他说是外面没有卖。为什么你没有带我去呢？那你试看看，这个不新的品种。为什么呢？弄个茶给他们吃啊。好，我弄，马上弄，我弄。那我2个媳妇也都是那个外籍的，我们都很高兴。我说台湾人也是很乖的，新住民也有很乖的，这是缘分呐。他一个大先结婚的有钱的女儿哈，来我们也是当做我们自己的孙子，我们也没排斥他，我都叫他来我们这边过年嘛，他也过来。压岁钱大家都没有很多了，我也有，都平一样的。他石头哈，我们吃的比较不习惯。啊，有时候煮，有时候他煮，有时候小媳妇煮的，不一定。妈妈煮比较好吃。那当然，他们刚开始会觉得说，哎，你怎么会交一个新住民？那我就跟他讲说，这是个缘分嘛。然后当然，我老婆也蛮努力的去经营这一块啦，就是说她想要跟我过一辈子，所以她觉得应该是要让我的父母先去相信她，所以她对于这一块的经营，她蛮用心的。1个礼拜回来1次，什么都，有时候打电话，妈妈你有好一点吗？啊，问爸爸要做什么？我手在痛的时候啦，他就从那边坐摩托车拿东西回来给我们吃了。这个是我们那个爱人好媳妇啦。好，所以这样子有肉，对不对？这样子，我觉得他们就把我当成女儿在看吧，因为他知道我也是忙，身体也不好，因为很多事情他就不让我做。就现在就是有一点像我在越南那时候。就好像被人家保护、被人家疼的那种感觉。对，来，再来介绍一下，来，来，这个也是我女儿。我弟弟他在他小4、5岁的时候就因为得了癌症走掉了，就我爸爸妈妈就帮忙照顾我。人家说他没爸爸，他说有，他是他的爸爸，他爸爸已经到天上去了。4、5岁的时候就去了。这里呀，给你。爸不是要那个吗？那个挖山鸟吗？
我没有插田过，然后从小都是家里就做生意的，对，这个是我爸爸，所以很陌生。这我爸爸种的然后山叫拿什么，我都什么都不懂。对，所以就是在方便这样子问，然后他们需要拿什么就帮忙拿而已，因为真的想帮也帮不了忙。这个我们是采有机的，我们中药房里面的那个淮山就是这种的。对啊，等一下我爸爸会挖的是那种圆的，上面的它是圆的，那个也是有人定的。那这几天就开始采收了。那我们等一下跟那个小朋友去采一些那个青菜。啊，小心一点啊，你们两个。不要这样跑了，小心跌倒啊。好 ，OK， 走，我们去拔一些红菜。过几天你就来拔来试啊。我觉得他现在应该是已经蛮融合于这个台湾的整个的社会啦。我觉得他这一块真的是有在经营，真的要当一个真正的台湾媳妇。所以他对于这一个部分来讲的话，他几乎是把所有的重心都放在台湾跟这个家。10年前比较辛苦一点，因为你要至少要5年再适应台湾的环境，然后再来就跟小孩子一起学习嘛。哎呀，3年就习惯，5年就是可能就是大部分都可以适应了，对。其实如果说感谢的话，就真的感谢很多。感谢我刚来的那个先父，就是没有他，我也不会来台湾。没有他这样子的，我也不会改变了我大小姐的个性和骄傲的脾气。感谢我姐姐跟姐夫，就是在我很辛苦的时候，伸出援手帮助我。再来就是感谢我公公婆婆，2个人好像就是我们学习的对象。然后感谢我先生，他不但是一个老师、一个朋友、一个老板，很多的角色的身份，就是一路走来，也一直在陪伴我。然后我现在的话融入在台湾，把这里当成我的第2个故乡。幸福不需要去天涯海角去找，只要你停下脚步，慢慢的用心去做，慢慢的用心的去聆听，慢慢的去感受，其实幸福就在我们的身边。我叫卞柔云，我来台湾10年前很辛苦，10年后现在的。过得很幸福，很踏实。感谢先生支持与陪伴，感谢孩子乖乖的配合。好，柔云，你在台湾要快快乐乐，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发挥你的光跟热，可以照顾更多的人。一路走来真的很辛苦了，现在你已经成功了啦，这样走下去要幸福。然后希望你身体健康，弟弟会很乖，听妈妈的话。妈妈，我爱你。谢谢老婆这一路来的相伴，非常感谢你能够帮忙我一起照顾爸爸妈妈。我也希望未来的日子里，我们能够一起携手，然后带着2个儿子茁壮。